无正式的办公室，伊连便所啊，伊要加救援资料给各国人，那便所嘛，放那个救援资料，我都辛苦，用改当出去往后用公共设来这。那为了救台湾能够花地，这样，所以我们今天要。有人为厝内欠债，有人为感情无明，有人打拼要半死，有缘予人看袂起，实际毋通无自信，心内情路断好天。做人毋免惊输赢，风口云总的山，日头升起照入来。春天花蕊早晚开，成功路途真多条，毋免逐项拢爱赢，无求别人抱声，无惊别人黑白讲。咱的生命咱做主，咱的尊严咱守护。做人毋免惊输赢，风头飞总的衫，日头升起照入来。春天花蕊早晚开。台湾，台湾，台湾。好，大家大鼓鼓，继续比例哦。这一项吼，今仔日是安尼嘞，真侪人无了解咱这个林仔。其实林仔是国民感情上深的吼，咱考试开博士即嘛是正吼，伊其实拢知啦。吼，迄阵共同咧为着人权吼，一个美国人吼，戆戆走来台湾吼，做交换学生走来台湾，伫国民党的时代去带着一个特务的厝，吼，特务拢享受特权啊！伊讲哦，恁兜安尼咧台湾实在是足自由安尼啦吼，到尾啊慢慢发现真相。发现真相以前，咱想讲吼，由这个道德勇气哦，伊来救一寡遮个政治落难者。伊咧救政治落难者是无咧分蓝绿啦吼，无咧分统独啦。你讲冤巧的吼，需要援助的吼，伊拢去甲尽量用尽办法去甲治。事实上，即款人吼无适合讨我。咱若这个拼这个政治吼，过去迄个时阵吼，你若讨我某拢足艰苦。哦，所以这个恁妈属于个往哪有啦，有带2摆啦吼，这太太嘛真艰苦啊，经济个讲起来嘛是足无经济能力的啦吼，你无款嘛拢用是讲的，所以生活也相当困难啦吼。因为伊伫日本的时间换了一站，这个考试界教授吼，连伊会甲咱讲啦。过来就是伊有坚持伊要做的代志。伊发现讲都无心要来做即款代志，但是呢做落啊，感觉即个道德勇气甲责任感吼，无做到了袂使，所以伊就一直拼到死啊！拼到死的时候，伊搁放弃美国籍的，结果放弃美国籍了后吼，迄个后裤跩无去，美国的后裤跩较跩享有无，所以嘛感觉讲台湾开始进入一个新的纪元，伊所求的人内底吼，有这个个属于中国党的，属于这个台湾国的。因家己呐，这个中国党迄边的，他开始甲软弱啦吼。台湾国这边的吼，直直要甲斗相共吼。但是伊嘛感觉人情冷暖啦，人情冷暖，所以。这个赛政的时阵吼，这咱国教授较知，念这个讲爱救台湾，救人权。伊毋是讲要台湾独立，也是要台湾建国吼，含咱无共款。伊是讲台湾一定要维持一个公平、公理。
这个社会，诶，这个政治制度，所以伊坚持这点吼，这是嘛咱做一个台湾人爱知的国际基本价值啦吼，是啊，所以今仔咱甲追思啦吼，我含你妈有时都拢无记接过。我较早是捌看着讲，这为阿扁啊，我哪有出来争街头啦？这个人真低调啊，不修边幅啦。所以恁头甲看，好手好手啊！其实这我甲看，这个是有合乎着咱这台湾人的这个价值哦。所以咱甲称呼讲是用这个台湾精神啊，一个使命对头行到尾啊，一个人。所以我们就称他是台湾神，然后但是咱要学的，就是学伊的教育伊甲咱教育，伊用精神来甲咱教育啦吼。所以咱遮今仔日真幸运啦吼，有咱遮贵宾来遮做见证啦吼。相信爱领导即嘛督起来，伊讲来的时阵，伊要讲较久的，我讲好啦，讲较久的。你今日来就讲上久，15分钟以上要讲的啦吼。咱即马只先来讲啦吼，互大家小可对种这个做亲和感吼，了解这个你妈有是做的代志安尼吼，我多好大家，谢谢。